阿達，你進攻靠插水，防守靠犯規，暗黑兵法死球戰術，英超漢字係囊中之物。唔係喐，雖然你聯賽踢到曉飛咁，球證旁證都幫晒你，就算 VAR 冇晒你符都好，你都贏唔到哥迪奧拿㗎。阿達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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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熱狗攞個陣嚟睇下。季初孫仔走咗，所以成隊都冇頂級球星。麥迪臣長期受傷，但你為咗補強，買個德甲踢到曉飛嘅沙維斯蒙斯返嚟，但你咁做太天真啦！因為佢踢嘅時間唔夠耐，仲未適應英超節奏，連基本對抗性都冇，俾人撞一撞波都甩埋。好地地一個沙維斯蒙斯俾你搞到進攻又唔掂，防守又唔得，失敗。波羅傳中禁區冇人到，失敗。蘇蘭基咁貴馬返嚟冇踢過，失敗。利察利神絕殺，除三即刻和埋，失敗中嘅失敗。最慘係你啊，法蘭中型班教練將佢教頂級球隊，對紐卡素車仔都輸，最近對住前列球隊都輸埋。你話啦，你點贏啊？俾你講啊，講啦，講啊！我作客戰績第一嘅，好臭串喎！我主場炒你10粒8粒㗎。炒乜鬼嘢啊！你連續3年都係亞軍啫，今年都係亞軍㗎啦。你串我啊？喂！喂，講咗咁耐，攞翻3分嚟先啦！喂！俾阿面好喎，話晒榜首第一啦！第一！第一！你進攻靠插水，防守靠犯規，金錢足球要咩買咩，今個轉會窗自家洗糖係你啦！史諾仲貴喺英超起晒朵，使你個咩？市民夠喂！踢波啫，唔使嘶聲啊！市民夠，死你狗！市民夠，死你狗！市民夠，死你狗！英超大戰北倫敦打比，現在開始。